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日是母親節，牧師要替全天下的母親祈禱。全天下的母親會當得到上帝的恩典，負起上帝交代母親的責任。咱佇要領受上帝話之前，咱同心來祈禱。親愛的主，阮感謝你，互阮有佇家庭的生活。有母親照顧阮成長，主，阮知，阮中間無一個完全人，每一個母親有無共款的個性，但是阮確信，每一個母親攏有領受對你遐來的疼，扶持照顧阮長大。阮懇求主，你看顧阮的母親。互阮會當佇伊的疼頂面成長的過程中間，也會當用相款的疼來回應母親的疼。阮今仔日也要透過你的話，擱一遍來學習一個母親信心的功課。懇求主你幫助阮，互阮會當明白你的心意，照安尼去行。奉耶穌基督的名，阿們。咱基督徒認為，世間上界偉大的疼是來自上帝的疼，但是這世間又還有其他的疼，咱有夫婦中間的疼，有朋友中間的疼。有教會中間兄弟姊妹中間的疼，也有親子中間的疼。咱若確實要講倒一種疼較接近上帝的疼，我相信迄就是母親的疼，因為母親的疼是非常大。人講母愛較大天。母親對咱的影響非常大，照顧咱、扶持咱長大，伊疼是非常大。要擔任一個母親吼，我相信有咱中間有擔任過母親的攏知影，做母親毋是遐爾簡單，愛承擔真濟苦楚、負擔、煩惱、艱苦，咱才會當將咱的囝養飼大漢。前幾天，我拄到咱中間的責任執事，賴責任執事，伊拄仔當做老爸，伊就抱因囝來互我看，伊就講迄囡仔還閣佇媽媽腹肚內的時陣較輕鬆啦，即擺囡仔一生出來了，哇！愛來飼奶，愛來洗浴，愛來換尿珠啊！雜滴滴出濟代誌，做無用的。我看伊迄新手老爸我無用甲安尼。伊就來問一個問題，講牧師，你有兩個囡仔對無？我即個安尼無用的經驗愛偌久才會當較好過啦，較會當停止啦我來講，差不多擱20幾冬啦。其實確實啦，咱對囡仔的負擔無論是囡仔年歲偌大，咱攏感覺咱對有欠缺有責任，咱攏有負擔啊。我過去服侍的教會教會隔壁住一個100歲的歐巴桑一個姊妹，伊到100歲還閣咧煩惱因後生，因後生佇要80歲啊，還閣咧煩惱因後生，攏愛走來我講牧師，你愛替阮後生祈禱，伊退休了，我替伊煩惱，拜託你一定要替伊祈禱。100歲還閣咧替因老先生咧煩惱，
所以做老母的實在是真艱苦，一世人着無，嘛囡仔會當好，所以母愛是非常大啦。咱咧形容上帝，一聽是長闊關心嘛，母愛有那是差不多了。啊，另外一方面，伊雖然非常大，但是伊非常幼。幼到安怎？連咱心內上界微細的感受，做老母的攏會當發覺。我佇我家庭生活中，我是較對代志較無遐爾感受遐爾深，但是我無順着無同款。阮的囡仔若有啥物款的情緒上一點仔反應，我毋知影。但是伊攏會講，這囡仔今仔無啥相共哦，一定有啥物代誌。真正起來問起來，真正有拄着代誌。所以老母迄個觀察是非常敏感，非常幼。伊一方面非常大，一方面佫非常幼，一方面非常強。咱知影老母是非常堅強的。我舉我的家庭的例好啊，我的老爸，大家攏知，佇我9歲時陣就過身。我2個小妹，一個6歲，一個4歲。我的老母，佇我老爸還未過身之前是千金大小姐，毋捌做過啥物款的頭路。阮老爸走了，阮老母無法度着愛承擔家庭所有的重擔，伊着愛出去工作，愛照顧阮大漢，擱愛指導阮，愛行正路。所以我會當看見着一個婦人人遐爾堅強啊，無人通好瓦靠。靠家己一個氣力，安尼將阮3個囡仔安尼養起大漢，而且攏讓阮栽培了真好勢。這是母愛遐爾堅強啊！我閣舉一個例啦，咱講母愛真強吼，這任何動物攏會當發覺着。咱舉一個較無一定真好的例吼，咱知影動物啥物時陣上歹，生囝的時陣上歹。你若有飼過狗仔的人，你就知，伊若生狗仔囝吼，伊要去來摸迄個狗仔囝吼，伊若準你要去掠迄個狗仔囝，伊就要甲你拼命。這母愛是迄個天性的強啊！母愛毋是干那強爾，伊閣非常的溫柔。咱看一個母親抱家己的囝，抱佇迄懷抱中間，迄種溫柔，迄種在疼惜，迄種在保護，凡事為着伊的細囝的設想，是非常溫柔啊。所以咱看見母愛有遮爾濟的特色，所以母親會當為着後一代帶來足大的影響。我有看過真濟這歷史出名的人，真濟攏咧紀念伊的老母對伊的影響，特別是佇信仰頂面遮偉大的人物，攏差不多攏有一個真好的老母來引帶因，栽培因大漢。所以牧師要甲大家講，無論你的老母對你安怎，恁中間若抑閣有老母的人，恁攏應該愛把握時機對老母表達感謝的意思。這是做兒女應該愛做的。
如果你即馬若無做，你將來一定會後悔。咱今日要做伙來看聖經中間一個老母，這是記載佇馬太福音書15章21到28節，一個外邦人的婦人人。咱過去捌用這個故事講分享過一個講道，但是迄個時陣，咱將伊集中佇耶穌基督的觀念，甲伊所行的信念。今日咱要來看這個婦人人。有一個真重要的特質，就是伊的信心。今日故事一開始安尼講，講耶穌離開迄個所在，閃避到泰尼甲西頓附近的所在去。耶穌帶伊的門徒離開伊的本鄉，去到這個泰尼甲西頓的所在。泰尼甲西頓傳統就是外邦人徛起的所在。而且因當時陣，遮個外邦人攏差不多甲以色列人對敵。咱佇舊約聖經中間有看一個真歹的王後，叫做亞西別，大家會知吼。亞西別就是出佇即個泰尼甲西頓即個附近的人，伊影響整個以色列的百姓的信仰。所以，伊長期以來就是敬拜外邦神明的一個所在。耶穌甲門徒為什麼來這個所在？就是要閃避猶太人，互因有一個安靜歇困的時陣。但是這時陣，卻有一個迦南的婦人人，因來找耶穌，伊大聲發講：主啊，大筆的囝，可憐我吧！我的查某囝被鬼所附著。痛苦，非常痛苦。這個迦南的婦人人來見耶穌，咱會當知伊是一個憂愁的老母。為什麼？因為伊的查某囝被鬼附的，非常艱苦。雖然這個艱苦毋是伊的身上，但是伊的查某囝的艱苦，可能比伊的艱苦更加艱苦。所以伊來求耶穌。會當幫助伊，但是咱知影猶太人甲這外邦人原本的是存在着對敵的關係，差不多無咧往來。咱來想看覓，若毋是走投無路，伊絕對無可能來找耶穌了。所以找耶穌，毋嘛講耶穌會當幫助伊，而且耶穌。是一個憐憫的人，但是即邊伊拄着耶穌，敢無啥相共。耶穌頭去一句話嘛無講，甲伊無要插伊。門徒看見這情形，就控制袂牢的，對耶穌講：主啊，你叫伊較緊走。伊對咱都無法度休困。一路安尼花影響咱，趕緊叫伊走。門徒要拒絕伊。這時耶穌講一句話互咱可能想袂曉。耶穌講：我奉差遣，只是去敲找以色列人中間迷失的羊。耶穌講這句話你若是迦南的婦人人，你聽到哇，你一定足失望的。耶穌再先來拒絕嘛？伊講我奉差遣，只是去敲找以色列人中間迷失的羊。這就是無包含外邦人嗎？耶穌為什麼講這個話？其實咱詳細來想耶穌講這個話，其實毋是拒絕伊。耶穌有一個真重要的目的，就是咧教示伊的門徒。上帝做代志是有計劃的。耶穌伊來到世間上界重要的目的，就是要替人類死佇十字架頂。
啊，這替人類是替所有的人，是替猶太人也替外邦人。但是耶穌為什麼講我奉差遣是要敲碎以色列迷失的羊？這是咧講上帝的計劃啦。吼，咱來注意吼，咱若咧看福音書的時陣，咱來比較其他的福音書。佇馬可福音書就無即句，只有馬太福音書有即句。馬太福音書吼，若根據學者的研究，伊是寫予猶太人，伊特別將即個猶太人愛知的代志來記錄落來，互猶太人明白上帝救恩的計劃。哦，耶穌講即句，毋是講福音爾要互猶太人，無要互外邦人。哦，若無耶穌最後嘛袂救即個婦人人的查某囝。耶穌是咧說明講，我的責任，主要的責任，就是為世間人死。然後福音才寫着其他的人，對猶太人開始，傳到萬邦萬國去。所以耶穌佇迄最後大使命的時陣，才會當對人講，上帝將天頂地下人間的所有的權柄攏互我。所以恁愛去，互萬國萬民攏做我的門徒，奉父子聖神的名來洗禮。萬國萬民是代表所有的民族，所以耶穌毋是咧講伊若要拯救猶太人爾，是講上帝有一個計劃，就親像保羅先生佇羅馬書第1章16節講：我無掠福音做見笑。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權能，要拯救一切相信的人，先是猶太人，然後是希利尼人，先是猶太人，然後才是外邦人。所以耶穌是咧來的門徒，教是這個道理。所以，但是這個外邦的婦人聽到，的確會感覺講哇！耶穌，伊若要拯救猶太人爾嗎？伊可能心中有這款的猶豫，但是吼，迄母愛的力量，我對伊講是非常大。這個老母一定是一個作奴的老母啦，伊無要放棄啦。哦，伊就繼續講主啊，求你憐憫我。然後耶穌來講一句話吼，這是。當時陣，因的俗語啦，伊講摕兒女的食物互狗食是毋對的。哇，這聽起來吼，足刺激人啊，對無？因為猶太人吼，攏看外邦人無清氣，常常用狗來比喻外邦人。啊，這婦人伊若吼心肝。抗議就講，我你罵我是狗，好，哎，我來找別人。但是伊知伊唯一的拯救是耶穌嘛，所以伊真有智慧來回答講：主啊，可是這狗嘛當食主人桌頂落落來餅油啊，你只要留一點仔餅油啊，互我。這個穩定已經有夠額，互我的查某囝得到救。所以這婦人人吼，伊就是要牽掉佇耶穌，要掠掉佇耶穌，伊知影耶穌是唯一的願望。所以耶穌對伊講：婦人人啊，你信心有夠大。耶穌真少對伊的門徒講：恁的信心足大。伊攏講小信的人啊。但是對這個婦人人，伊講：你的信心有夠大，照你所愛，帶你成全。所以，親愛兄弟姊妹，咱看記着，這個新約基督的成就是在地，這個婦人人的信心。所以，咱今日要將這個焦點集中在這個信心。信心是啥物？
希伯來書的作者，逐咱講了真清楚，信心是所仰望的代志的實底，是還未看見的代志的確據。新翻譯的聖經是講，信是對所仰望的代志有把握，對無看見的代志會當肯定。牧師用和合本的這個經文，給大家解說。第一個，信心是所仰望的代志的實底。這實底是啥物意思？實底就是講咱若甲人有約束，要簽約，簽約攏有合約嘛，合同。這合約頂面就記載雙方愛做的代志。你若照安尼做，我就照安尼，代你回應。所以這是一個約定。然後這契約頂面大家看這約定，安尼會使。兩個人雙方都有簽名，一人有一張。所以當你摕到這個實底的這個簽約、這個合同的時陣、契約的時陣，你就知，你就相信，對方會照契約來行。今仔日講信心就是一個契約，就是咱相信契約的內容。上帝甲咱有定一個約，這約記載佇咱的聖經中間，特別是關係咱救贖這件代志。咱相信耶穌基督悔改，相信耶穌基督，咱的確會當得到上帝拯救。雙方攏同意，咱就照上帝甲咱約束的安尼做。咱相信上帝一定，咱如果若相信耶穌，咱有悔改，相信耶穌基督救贖的功勞，上帝就的確救贖咱。所以這實底就是信心嘛。這東西也逐咱講一件代志，就是講愛寫佇合同內底，寫佇契約內底，這是這個上帝對咱的應允。只有上帝應允，咱才會當對伊有信心。信心毋是咱清清彩彩家己想的。上帝要對我安怎，對我安怎，毋是。有記載佇合約內底，這咱才有信心。第二件代志，信心是還未看到的代志的確信。頂回連牧師咧講道的時候，又講到多馬，多馬就是伊無看到，伊毋相信。所以耶穌第二遍對伊顯現的時陣，耶穌對伊講：你因為有看見我才信，遐無看見我來信的是我爾有福氣。有信心的人有福氣啦。佇這段記述中間，咱看出真正的信心。普通科學就是講，我愛看到，我較相信；我愛摸到，我較相信。但是真正的信心是，還未看到真正，我就較信。譬如講，咱攏去學校讀冊，咱相信講，學校的規定，咱修滿這學分數，攏有及格。學校就會給咱一個畢業證書。雖然咱還未畢業，但是我照約束，認真讀冊，互伊會當及格，我將來一定會當得到迄個畢業證書。這就是信心，還未看見，但是我相信。好，咱既然知影信心是安尼，咱來看這個婦人人的信心。咱來學習三項。第一項，信心是來自上帝恩典賞賜。信心不是咱應得的原理，是因為懇求上帝他賞賜予咱的。所以耶穌咧講伊的門徒，小信的人，
伊誒溫度，都愛安那有信心。咱看去聖經中間嘛有一個故事，有一個人去找耶穌，愛耶穌拯救伊厝裡誒老母。耶穌講：你要有信心。伊講：主啊，我有信，但是我信心無夠，求你賞賜我。所以信心是來自上帝誒賞賜。咱看去這個故事，耶穌看起來開始拒絕這個婦人人，但是迄對咱今日來看，就是伊是一步一步咧引帶伊，帶伊進入更較深誒信心，將更較深誒信心誒賞賜予伊。所以你若無信心誒時陣，你來求上帝，互你有信心。第二，信心是有一個基礎。就是伊愛明白上帝的心意。咱拄則講過，愛寫佇契約頂面咧，上帝才會照安尼去行嘛。信心毋是咱凊彩學袂上的，信心是愛有上帝的應允，有上帝的應允，咱憑信心會當得到。所以真正的信心，毋是相信家己所要信的，是愛對上帝的心意有深刻的了解，你要了解上帝是咧想啥，上帝愛啥，伊若愛啥，伊就會照伊的旨意去成就。咱就對這代志有信心。所以耶穌稱讚的信心，毋是講你家己講我真有信心，是咱深思上帝的心意，抓住上帝的心意，然後相信上帝的心意。咁才是上界無可能的處境中間，有人相信耶穌叫應允，講要甲咱同在，這就是咱的信心。最後一項，信心會當幫助咱超越任何的阻礙。這婦人人伊經歷3遍，開始耶穌無要插伊，無要回應，耶穌拒絕伊。耶穌開始來輕視、來消遣，但是伊無因為安尼就放棄，伊那謙卑、那堅持，這就是信心上界重要的試驗。信心互伊超越過工作、信仰的限制，互伊得到上帝的恩典。所以，親愛兄弟姊妹，咱看見到這個婦人人，伊拄着耶穌拒絕，伊無講，哎，算了，耶穌拒絕我，伊嘛無講可惡，伊侮辱我，講我是狗，伊講連狗嘛食桌頂的這油麵啊，這餅油啊，伊承認家己。我這個外邦人的查某囝破病去被鬼所附，檢查毋是耶穌最主要的工作，但是耶穌你只要一點禮貌恩典，親像迄桌頂的餅油啊，互我的查某囝食，伊就通得到救。伊就用這款的信心去領受上帝的恩典。信心超越過伊的限制，會得到恩典。所以，親愛兄弟姊妹，在咱的人生中間，敢會拄到一寡挑戰、困難，你會感覺講，上帝較掂掂，我有祈禱，上帝較會把我的門關起來，上帝互我的環境，甲我講無可能，你敢有願堅持？有願呼求，有願無放棄。我來分享阮家庭的代志。我的牧師娘吼，老實講吼，伊即擺無佇遮，不要緊講，不要緊。伊的個性吼是較急啊，比較我起來，我是較溫和，伊較急，伊嘛表達的方式較強烈啦，
所以阮咧教是囝兩個人是無啥相共，吼，我攏愛慢慢來教，慢慢來教，伊會較急。我有一個查某囝吼，伊細漢1歲到3歲吼，攏做古錐的，吼，做得人疼，吼，去幼稚園了吼，阮才發覺講伊小可無啥相共。伊佇迄個學習頂面有一寡困難。後來伊較大漢，我較知影講吼，伊是迄個人講叫做閱讀障礙啦。伊就是伊的物件攏看倒邊，所以伊咧寫字寫倒邊。吼，譬如講，人有一個故事講媽媽的手像着媽媽的毛，吼，迄就是阮兜捌發生的啦。伊甚至連迄個吼足複雜的字哦，迄弓長張的張伊用來咱寫倒邊。所以我無順着講吼，你上好以後會當去刻音仔，刻音仔攏刻倒邊。伊吼，細漢講立志要做護士，我講你這做護士，病人一定死的。因為伊米看做 D， 吼 ，P 看做 Q。迄藥品的名，可能還看毋着，所以阮就毋知講這囡仔要安怎。伊數學的學習嘛是無啥好。我記得伊迄陣吼，我攏寫毛筆來免的吼，搭佇迄伊的桌頂吼，我攏寫吼，主人數學吼，認真背誦，吼，數學英文。依靠上帝，我毋知要安怎來教。我這教數學的，我捌佇補習班教數學，我教伊教數學教到崩潰。等我無順利起來教，無順利的數學好伊無偌濟啦，吼。我都毋知伊安怎教，無順利就去迄文具行吼買。1盒的這個橡皮擦，因為寫字攏寫倒邊嘛，所以規個攏來切掉釘寫，無順用示範安怎寫。就是吼，甚至老師講你這愛去讀資源班吶，資源班我後來了解較知影講資源班是較特殊的囡仔的班級。但是無順着就無放棄了，一直來教，一直來教。後來我發覺講，這囡仔吼，伊雖然佇個學習頂面吼有困難，但是伊有一個專長，這可能遺傳佇阮無順了。伊去學校毋是咧讀冊，是咧交朋友的。伊攏做人服務，做對人做好的吼。班上有啥物款的代志，伊就是拼命摕落去做服務的代志。所以伊高中畢業的時陣吼，伊閣得一個市長獎。咱市長獎有幾個獎啊？一種是種學科的市長獎，一種是熱心服務的學長市長獎。所以迄個時陣，我閣捌去甲迄個賴清德，迄陣做台南市長翕相，因為阮查囝得着一個市長獎。伊的成績是做歹，但是吼，就是安尼，我發覺講伊生命中間有這個特質吼，阮就安排伊去做一寡服務的工作。發覺伊咧做服務的工作，伊足快樂的。伊嘛感覺講，我的人生就是要安尼做。後來佇高中的時陣吼，成績有若無好，但是伊拄着較好的老師，對伊袂歹。來照顧，大學甲考到社會工作系，實踐的社會工作系，伊就是做社工，要來服務這個人。伊讀大學了後，阮就無煩惱啊，因為迄是伊愛的科目，所以伊大學畢業的時陣，因班上無幾個人考到社工師，伊考到。我嘛毋知伊安怎考的，即擺做社工做了，伊做了真快樂。
阮看伊遐尼快樂，我嘛感覺我會當服務人，迄是一件真好的事。所以我講這個故事，互大家了解就是講，過去互阮真頭痛，假使對面無信心啊，但是阮無順着堅持落去，無放棄，幫助這囡仔去找到伊人生的目標。上帝問題就佇這個中間去彰顯出來。所以，親愛兄弟姊妹，可能你今仔有拄着諸多困難，你的家庭、你的身體、你的親子關係、你的經濟、你的工作，可能你有來祈禱，上帝改成點點，改成迄個窗口、迄個門關起來。但是，你要理解，有時陣這是一種信心的考驗。你若願意，親像這迦南的婦人，伊感覺伊無資格，伊是外邦人，但是伊大膽向前親近耶穌，伊比耶穌看起來更固執，但是伊更加懇求。更加懇切，伊甚至向比做狗，但是伊卻看見着主人桌頂的餅何等豐盛，只要一點仔餅油啊，伊就有夠。所以伊就是靠這種堅持的信心。耶穌對伊講：“你的信心是大的，照你所願的。”把你成全，所以你今日若拄到這個困境，唔通放棄，堅持落去，這是信心的一個功課。咱來做伙來學習，咱同心來祈禱。親愛的主，阮感謝你的恩典，你互阮對迦南的婦人看起一個母親的信心。由你也互阮學習信心的功課，佇看起來確實無可能的過程中間，去體驗主極大的恩典，奉耶穌基督的名，阿們。